來看有一個為非洲坦尚尼亞來的學生摕到大大的樸樹。今仔日在咧畢業典禮的時陣，伊致辭，伊講囡仔時代厝內真산赤，後來因為訂購到樸樹，幫助伊來台灣讀冊。即馬伊出業啊，希望會當回鄉起一間學校，來幫助更加儕囡仔改變命運。台大畢業典禮舉行，徛佇台頂穿樸樹衫的身影特別引人注意。來自東非坦桑尼亞的內森，摕到環境工程研究所的樸樹學位。不過，伊的起點卻是離台灣1萬公里之外，一個連鞋仔攏無的산赤山村。每天我只能找到一小塊地瓜，配着水吞下去，然後迎接第二天。而且因為沒有鞋子穿，睡前爸爸會用粗的針把腳上的刺和寄生蟲挑出來。捌佇月光之下讀冊，赤腳汗濟囡仔，因為熱心服務學英文，幸運得到動物學家訂購到樸樹的欣賞加幫助。2017年，伊一個人來到台灣，為零開始學中文、練台語，也佇台灣娶某生囝。到即馬，伊逐個月猶原是省一半的生活費，資助家鄉的囡仔。真古的博士的精神並沒有離開。他正透過我的雙手在傳承。我的夢想是在家鄉蓋一所學校，幫助更多像我一樣的小孩能有改變命運的機會。將佇台灣感受的溫暖轉化做翻轉家鄉的力量，加對台灣土地甲家人上溫柔的話語，留予今年台大畢業生滿滿的收穫甲感動。最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。不要只想着領導，先學會服務，你自然會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